今年受风台影响，台南文旦的产量大约减少2成，不过品质同款优良，而且对外观、风味、甲甜度等综合评分以后，今年最后选出19名优等奖、5名头等奖以及1名特等奖，摕下文旦王的称号。其中每天嘛以颁发匾仔来祝贺。台米风台就像刘波讲的同款，风台影响一部分。但是大多数、绝大多数，几乎100%，如果是上介好的品质，无影响的品质，所以呢，咱的订单源源不绝。毋但是卖到台湾，台湾顶到有名声，会到有出名，嘛是卖到外国去，出到新加坡，未来因为日本嘛开放台湾的油入去啊，所以咱一步一步来推动。每一档农业局拢会举办文旦评鉴比赛，就希望鼓励农民用心栽培，对土地环境友善，把好文旦产业延续发展。其中麻豆甲下营农民总是赢家。当然，相关好的农特产品，伫颁奖典礼会中，农会嘛全力促销，希望伫中秋进前再创佳绩。其中每天嘛以高官摕优质的文旦产品来代言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